各位兄弟姊妹，咱搁一摆三甲会当伫即个平静的暗暝，咱三甲做伙来祈祷，求上帝帮助咱伫即个宝贵的时间，咱恬静咱的心，有咱的心会当伫安静的祈祷的内底，搁一摆来体会甲上帝亲近甜蜜的时刻。那么邀请你先将你的手机甲伊关机，甚至关做震动。咱三甲伫甲亲近上帝内底，用祈祷来经历上帝无限的疼痛。上帝期待咱每一摆来到伫伊的面头前，咱是用祈祷来敲碎伊的心意。上帝嘛喜爱咱，常常伫祈祷的中间来经验上帝所要赏赐予咱生命，对无可能会当经验着丰富稳定、奇妙可能性。邀请咱。这个时务需要请咱做伙同心来看一段圣经节，记载伫耶利米书29章11节。耶和华的话安尼讲：我知我对恁所存的意思是赏赐平安的意思，毋是降灾的，要互恁背景有希望。咱做伙同心伫上帝面头前，安静的心，三角来敲碎上帝的心意。主权的上帝，愿意爱来亲近主，恳求上帝你圣神真做阮的帮助，互阮若伫真侪悔改内底来了解主。阮嘛相信，伫阮的生命中间，上帝你要为阮摆比人生最无可能的事，伫阮的生命中来发生。主愿知有伫阮的人生的中间。伫阮生活内底，有侪阮人看做是无可能通成的事，但总是上帝你是掌管阮生命的主宰。伫阮生命内底，你要互阮对无到有，对欠缺到丰盛。主，阮的人生才会过得无相款。上帝啊，虽然人生有侪无相款的苦难甲困境，总是。上帝，你要带领阮，赏赐互阮伫丰富的内底，通得到智慧的心。恳求上帝你伫这个时，互阮明白，无论环境如何，上帝你拢有愿要将平安赏赐互阮。阮搁一摆恭敬伫你的面前，用祈祷，用上帝你的恬静的灵来到主你的面前来敬畏你，来向你恳求祈祷，求上帝你来听。求上帝你来甲阮讲，人生阮所期待的代志，上帝毋是照阮的意思，是照着上帝你的意思来甲阮成就。阮同心伫你面前祈祷，靠主耶稣的名来求，阿们。有需要请咱做伙来为着咱家己、甲咱的家庭，为着咱的生活，甚至为着咱的家庭的产业，为着咱的事业来献上恳求。无论你是毋是伫大桥教会聚会，我相信每一个伫主的面头前，咱的观看这个直播影片的祈祷会的兄弟姊妹，上帝拢要透过咱的祈祷，互咱搁一摆来领受耶和华上帝是赏赐平安的上帝。咱来做伙来向主求，来向主献上感恩的心，求上帝赐予咱帮助咱，为着咱的家庭。为着咱的生活，嘛为着咱的事业、咱的工课，来向主献上感恩、祈祷甲恳求的声，咱做伙来祈祷。哈利路亚！主我的上帝，主你是拯救阮、帮助阮、赏赐丰盛产业的主宰。主啊，虽然阮人有侪温数甲材料，但总是上帝你赏赐互阮的。超越过阮所会当想象。虽然阮有侪智慧困难，阮也做家己有法度通成侪项事，总是面对着一摆的环境的危难、危害的事，主阮的四骹就软，主阮的心智软弱，甚至阮的信心被拍败。主阮需要主，阮向主你求，求上帝你搁一摆。互阮
咱伫安静的内底，伫困求的内底，阮相信上帝你要透过阮常常伫祈祷的中间，为着阮家己身躯边的人的困求，阮相信你若要听阮的祈祷，嘛要成就伫阮生命中，互阮对无够有迄款的丰盛的稳定甲祝福。求上帝你赐予阮，互阮三甲伫祈祷的中间，来经验着上帝你是大宽容的主，是手上丰富产业的天父上帝。主啊，互阮的生命美好的见证，互阮的生命会当显出上帝你奇妙的荣光。愿上帝你听阮的祈祷，恳求靠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咱们做伙过来看一段圣经节，雅各书第5章16节讲，所以你着互相认罪，三体祈祷，通互恁得到医好，嘛互恁义人的祈祷是大有功效。兄弟姊妹，伫咱的生命中间，咱每个一摆为着咱家己本身来恳求的事，我相信上帝伫咱的生命中，互咱甲上帝的关系、甲人的关系，咱需要互相来祈祷。你有相信祈祷所要为你的生命带来快乐无？咱三甲伫主的面前，三甲来做认罪祈祷，求上帝帮助咱，互咱的生命是伫认罪祈祷的内底，互咱的生命得到好，得到上帝灵的医治。我相信你的生命的活力无相款，无论甲人的关系，甚至要互你的祈祷嘛带来大高效的祈祷。咱做伙同心来恳求。哈利路亚！主阮的上帝，主阮的恩主你求，求上帝你赐福阮，互阮常常伫你主你的内底，阮毋若为着阮家己本身生命的欠缺来恩主你献上恳求。主，阮要为着阮甲主你的关系来向你献上恳求的声。主啊，有真侪时阵，阮看电视节目，阮追求世间上的侪项代志，看赢过阮甲主你的关系。主啊，求你怜悯阮，求你帮助阮，互阮学习甲主你的关系是建立伫三听和睦、听主你嘛甲听人的关系内底。主啊，愿意爱。愿意爱超找上帝你美好的心意，恳求上帝你帮助阮，互阮时常心存感恩，互阮常常为着人的欠缺，为着阮身躯边的人，阮甲伊的关系的不足、甲埋怨，甚至愤怒，甚至愚昧的关系中间，搁一摆会当得到悔改心。主，阮需要有一个悔改的心，互相认罪，互相伫彼此代祷的内底来求主医治的困难。愿你帮助阮。教会所要起做，是一个和睦三听、互相认罪悔改的内底，来得到智慧三听的心。愿你帮助阮，无论阮伫台湾的各角落，阮拢常常用祈祷互相彼此鼓励三听。得到和睦的心，阮相信家庭要受起造，教会嘛要受到起造甲坚固，国家嘛要因为阮家庭会得到坚固，教会得到坚固，国家嘛要得到永驻。愿你赐福阮，永驻你的教会，永驻阮的生命。同心祈祷，靠主耶稣的名来求，阿门。继续，咱要做伙来为着这项代志来祈祷。以前，咱要搁继续来看一段圣经节。上帝话讲，主耶和华讲：我要本身养饲我的羊，互因倒地困。失落的，我要找伊；受赶逐的这个赶逐的，我也要带伊倒来；受伤的，我也要包伊；破病的，我也要医治伊；独肥的勇者，我也要拄伊，也要平光养饲伊。兄弟姊妹，咱的主耶和华就捌咱，伊要赏赐丰富的产业伫咱的生命中间，咱毋免过头为着家己的不足甲欠缺，来比较甲上帝的关系，来比较破坏。
反倒转，咱就爱更加伫生命甚至环境的困难的内底，搁较侪机会甲自救、甲自困救。上帝要养赐咱，丰富咱的生命。咱三甲为着来做伙来宣告，互咱的生命会当常常伫上帝的怀抱的保护内底来得到休困，甚至会当得到生命的安稳、平静的心。求上帝帮助咱，嘛会当为着即摆疫情有侪受灾害的疫区或者人民，咱恳求上帝来援助宣告。上帝要找到这个人，上帝要医治这个人，互带因倒转，会当认捌生命要紧的相似者，丰富的耶和华上帝。咱只会为着因来恳求，嘛为着咱的兄弟姊妹身躯有痛痛，甚至是即摆疫情咧受疫苗或者接种疫苗的兄弟姊妹，为着苏英杰，为着牧师公，为着已经接种第2剂的这兄弟姊妹，因身体副作用，求上帝手术互因有够的抗体，嘛为着咱每一个兄弟姊妹的接受，每一个人一到就要开始来接种第2剂的过程，为着咱的国家，为着所有医护人员，咱来恳求上帝帮助咱，互咱会当倒伫上帝所赏赐，互咱迄个安稳的所在，咱只会同心来恳求。哈利路亚，主阮的上帝，你要赏赐互阮丰盛、安稳、平静的生命。主啊，你嘛意爱阮会当伫基督的内底来得到平静安稳的心。感谢主，你甲阮看做至宝贝，嘛是上帝拿亲像家己的囝相款，保护阮、顾守阮、赏赐阮医治甲平静安稳的心。阮要搁一摆将阮的生命交伫你的手中，愿上帝你气力温上加温，束缚伫阮的生命中间，帮助阮，互阮搁一摆伫你的面头前，毋那超找着主你，认捌着上帝你是拯救阮的耶和华上帝。阮嘛相信上帝你要赏赐互阮是至宝贵，嘛是丰盛的稳定。特别阮感谢主，赏赐互台湾，将近2个月尾的时间，会当进入遮尔平静安稳的阶段。阮为着安尼向你献上感谢，嘛愿上帝你赐福伫每一个台湾，伫世界各角落的兄弟姊妹，会当同齐享受着主耶和华上帝，你是赏赐丰盛产业的主。愿你继续引带阮，互阮台湾成做世界的模范生，互台湾会当成做世界各角落即摆疫情要紧，会当提供付出，甚至会当成做侪人帮助的国家之一。主，阮相信你要互最头的行做芦苇，你要互芦苇行最头前的，这是上帝你互阮至宝贵的恩惠甲真理，互阮会当倚靠主过得胜的生命。愿上帝你赐福伫每一个兄弟姊妹，拢同齐常常伫基督的内底来敲找着上帝你的心。感谢主，愿你赐福阮，常常用基督来敲找主、认捌主，仰望上帝，来领受着上帝你搁真搁远的画面。当心伫你的面前，向你献上感谢。赐福伫台湾头前的道路，无互负面的声，无互消极的话来拍倒，反倒转，互每一个执政的团队的兄弟姊妹，互因靠着信心，靠着疼心，靠着温柔，靠着吞忍包容的心，来包容这片土地内底侪无信心的人，坚固伫阮的每一个人，勇壮伫阮每一个个人。阮伫你的面前献上阮的祈祷，同心恳求，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上帝话诗篇33篇20节到22节安尼讲：阮的心神听候上主，
伊是阮的帮赞，阮的顶拜，阮的心要因为伊来欢喜，因为阮倚靠伊的性命。上主啊，愿你的慈爱喜乐互阮，因为阮仰望你。上帝话清楚甲咱讲，愿咱着爱听候迄位救主，迄位上帝。当咱的心神学习听候伊，伊就要成做咱生命的帮助甲拯救，互咱的生命会当亲像行着失败，来对抗、来抵抗伫咱生活中所拄着的危难。求上帝帮助咱，互咱的心会当因为主耶和华上帝来欢欢喜喜活过伊的命。愿神赐福大家，让我们一起在靠主的生命过得胜的生活。愿主赐福大家。今天晚上我们有这么宝贵的时间，一起用祷告来经历神。愿主赐福大家。